我係葉傲東，係第8屆立法會新界東南地方直選嘅議員。咁喺08年開始咧，我自己就參與選舉嘅工作，一直咧就係當呢個區議員嘅。咁亦都曾經做過區議會主席。咁我自己咧本身都係一個從記者開始做起，對於我哋嘅社會嘅問題啦，或者係我哋嘅時事嘅熱點咧，我都好關注嘅。咁我希望咧未來亦都可以更聚焦咁樣處理好我哋地區嘅問題。咁希望我同大家一齊攜手，建設一個更美好嘅社區。要行下係啊，活動多啲。但係今晚開始翻風啊，真係着多件衫。係啊，多謝你，多謝你。可以去我哋辦事處嗰度，我哋又做下啲義工啦。我哋嘅工作就好似一個接力跑咁樣，無論喺區議會定係立法會層面，都要做好接力、齊心協力嘅工作。希望以一個團隊嘅形式，更好咁樣為大家建設更美好社區。喺未來嘅任期之內咧，你有啲咩嘅工作計劃？我自己個攝影嘅愛好者，我對於文化藝術咧係一個好熱衷嘅。咁我希望咧將一啲文化藝術嘅工作咧，亦都可以帶到去社區，將更多唔同嘅活動啦，或者文化嘅項目咧，係帶到去新界東南呢度。嗱，譬如喺將軍澳嘅海旁啦，我哋可以透過棧道嘅興建咧，讓我哋市民喺空餘時間咧，亦都有更多嘅呢個消遣嘅活動。而我哋亦都應該善用翻將軍澳南呢個海濱長廊，舉辦唔同嘅文化活動。面對住15規劃一個好好嘅開局之年啦，我哋係要把握住呢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嘅機遇。咁我哋亦都要借助翻香港本身嘅優勢，讓經濟再出發。